守在这个九龙国的外面，带领百姓。是。灵师，自立果。刘副总，先走嘞！大将军，把咱大军忽然杀来，我军全部死伤，只剩1000人，退守高靠。 副将军，在，这样是怎样？别关心，我军大胜，但是现在杨元昭虽然都1000名的大军必守在九龙高靠，我军是无多通攻击。啥物？只剩1000名，也无法度攻入去死。是。 这叫做一夫当关，万夫莫敌。什么叫做万夫莫敌？查家才无你信你。来，大刀，是，将大军攻打九龙国。是。慢走。你，公主。切莫轻视我。 枪杀的我军啊，往的死伤。末日的楚将水印，孙兵接将，咱的罪人，这副组织。 千万袂用来放火烧的，为什么？只为人命。杨家将，我个性命啊，守的在胸。不但的不孝，伊无原谅，苍天必怜啊！ 师傅，你唔准大军攻打九龙国，又搁唔准互我放火烧山，安怎？是毋是你故意要放走杨元昭？话是袂用个安尼讲。以我的意思，我是将大军暂时将伊挡住，瞒骗着伊杨元昭的面目。我带迄3000人，才点点啊。 围住九龙国，对杨元昭的背后杀入，必然出其不意将伊擒住。那假使你若是无法度抓住杨元昭，查家感觉对你安怎想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师傅，你哪着遮尔啊多心呢？我也毋是咧讲你啊，我只是惊讲有人偷偷去甲杨元昭讲。
叫伊离开迄个密道，那呢，我要安怎？所以最好的办法，就是咱两个同时入去迄个密道，这是比较较妥当。来啊！在，冲！冲！快！快！姐夫，5万名的大军，有3名副将是我的心腹。姐夫，假使你若对中原的人心肝落软，你吃亏的人就是阮阿姊。哼！现在有4万名的兵马围住九龙宫，我看你也是束手就擒吧。好！来啊！对！洪叔，应援将已经跳好多少？啊，你向下游对。是，对，是。哼，秘伫咧草仔骹迄个人，如果若毋是阮落地，一定就是铁镜。伊所派出来新北的副将伫咧监视我，我一定一剑就互伊死。范倩，听脚步声，你只有一个人，竟然想一个要来撩我杨延娇啊！是为讲连这记到死我。杨延娇，你认着人，我不是你四哥，明明你是。咱紧离开这个所在，跟我来。嘿，这个密道会当导出九龙国，也不过外口官兵真济，你千万爱注意，紧走。四哥，行。咱倒转来走，四哥，你唔肯甲小弟相认，我情愿死就唔走。在下家你，并无亲啊，无恁兄弟啊，死个好因。上紧，带不变路通包林啊！四哥下落啊，不分明小弟的为你，我是唔行的。无世界求我。
现在甲你讲，你会明白未？紧走！我袂用着。不管你安怎样讲，你是我的四哥，我袂认唔着人。你爱甲我倒转来去填补我继母亲，也有平时世俗，每一天都伫咧盼望你倒转。四哥，你给我来转！杨延昭，你虽然将你的披风担在伫迄个水中，暂时会当瞒骗着铁镜公主，也毋过无偌久，伊就会发现，假使伊若是倒转来，不但你无法度走，而且会拖累着我。坦白甲你讲，天下间甘面乡的人真济，这是无对的。也毋过，我毋是恁四哥。杨树龙根本我就唔捌，你若是紧走，你是要在这等死心？你假是不是我的四哥？六弟，我毋是无想要甲你逃走，一来是为顾全着北地甲庆娥公主的性命；二来，我若是逃走，萧何必然会出动大批的辽兵队赶，而我兄弟差失也无法度飞出五台山。只好我无要甲你相认，互你会当安心逃走。安尼，害你身在得力，心在变惊。何时何日，咱母子才会当相逢呢？